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，伊伫咧11月底时阵讲，进前金正国家讲卖用美金，即马伊要要求金正国家袂使创造新的货币来取代美金，若无就要扣100%的关税。进前川普伊嘛讲，要甲加拿大商品扣25%的关税。也若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听到即个消息，是紧马去甲佛州甲川普见面，而且答应讲边境的管理会做好。金砖国家伫10月底举行会议，搁再提出创建多边支付金砖之桥的新金融支付平台，得到巴西甲印度等国家的支持。金砖之桥设立的目的，除了保护罗西亚甲盟友袂因为经济制裁受到影响，嘛增强金砖国家的影响力。不过，更重要就是要削弱美国伫全球金融的主导地位。对金砖国家持续企图美金的运动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30日伫家己的集团创立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顶大文，要求金砖国家承诺袂创造新的专属货币，而且美国原来袂支付任何其他货币代替强大的美金。对于削弱美金，美国拢无插的态度已经结束啊！若做金砖国家坚持要企图美金，伊会对这个国家进口去美国的商品扣100%的关税。毋那安尼，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川普进前嘛讲，加拿大若做无法度防止移民甲毒品芬太尼越过边境，伊会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扣25%的关税。总理杜鲁道伫11月29赶紧飞去美国佛州，甲川普做伙食暗顿，佮向川普挂保证，加拿大会加强管控2个中央正长佮无设封闭的边界。We told the Americans, we said publicly, we're going to look to procure, for example, additional drones, additional police helicopters. We're going to redeploy personnel. As much as a reassurance exercise, we believe that the border is secure. 根据美联社报道，加拿大有75%的商品甲服务拢出口去美国。若做美国加征收关税，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重大冲击，嘛影响加拿大明年的选举结果。加拿大今年1月初的民调显示，选民对杜鲁道政府的无满意度已经达到最高点，所以杜鲁道调集10省的省长讨论川普关税威胁的对策，避免家己所执政的自由党选举失利的可能性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